好，这首歌吼，咱嘛真熟吼。这是的这个香气，伊是英国的女诗人，伊真热心在传福音。伊18岁的时候，就伫伦敦开迄个查经班，带工厂的女工甲做生理的员工来读经。伊伫30几岁时破病，伊在静养的期间，伊写真侪信仰勉励的诗，也写主日学的教材甲慕道友的手册。伊写册写诗所赚的钱，伊拢奉献予海外的宣教事工。这首诗就是伊破病在疗养的期间所写的。伊写一首耶稣的故事的诗，真长的诗，伊写11个月才写了。这首诗分做2部分，第一部分是基台的故事，第二部分是所讲的故事。这首圣诗歌词就是对这部分来。伫咱第一节第一句吼，我真爱讲这故事。起点2条的台，是讲台，因为着要甲第2句会来做押韵吼。好，邀请咱拢会当下开圣诗，因为你会当一摆就看到所有的歌词。好，咱再来唱第1节。因为时间关系，咱来唱第3首诗歌来唱一摆吼，第461首。461首，伫礼拜中，咱要唱第1节甲第4节。咱即马时间关系，咱唱第1节。先来准备礼拜。
各位兄姐平安。咱今仔日有看到教会长老因妈妈有伫咱当中，做伙来做伙来，还佫有足久无看到的苏长老，感谢，礼拜即马要来开始。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咱同心来学乐，信诗278首，信道纯正尊圣殿，请起立。阮的祈祷会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地亲像天。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传阮入地狱，又叫阮脱离你的爱，因为国、万年、延更，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做伙来解，咱用启应的方式来读诗篇84篇，启文第19篇诗篇84篇。
伫新信息1034页，我来客请兄弟来念。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废去。做啥？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切招我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亏来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树、山果，拢变做泉源。因愈行愈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管告。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一顿来，伊予咱恩惠甲公义。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求主予咱会当听道理，做去实行道理，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信息甲资源，就亲像你伫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压迫40当时，兴起参孙来拯救伊的子民。阮相信你今日嘛免带台湾，伫阮面对挑战的时，诚做阮的倚靠。当年非利士人透过三架船甲经济渗透，试图削弱以色列的军队。今日阮同款面临外部的势力，靠三架船经济渗透等方式来影响阮的国家。求你赐下机会甲洞察力。互阮的执政团队甲人民会当辨识遮的影响，坚守阮的自由甲价值观，小金卡对抗任何试图动摇阮认同的作为。参孙的母亲虽然无伫圣经中留落来名姓，但是伊伫有生的时，全力救济，并且甲参孙的老爸用着承担养饲的重责，展现了对你的顺服甲奉献，就亲像伊遵行你的吩咐，养饲参孙，成做以色列的拯救者。阮祈求你，互台湾的下一代，以及阮每一个人，成做一片土地的守护者，满有信仰、勇气甲正直，伫你的带领下坚定向前。主啊，台湾的生育率落低，影响着全国同胞的未来较安全。失去亲人的，也是无人照顾的囡仔真侪，却欠缺教育的支持，
求你帮助阮勇敢生养甲文囝，以听甲行动来回应即个世代的需要，互每一个囡仔拢会伫家庭中感受到你的恩典。求你帮助阮建立家庭制度，甲厝内的人做伙敬拜你，研读你的话语，互阮会甲诚做信仰、仰望甲听的保罗。无论你使下囡仔也是无，无论你将阮安置伫倒落，阮拢会当，愿阮拢会当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互你的名得到称赞，互阮的周围甲阮到家己得到帮助。最后，阮将台湾交给你的手中。求你保护阮，免受外来的威胁甲内部的分裂，赐下合一甲力量，互阮活出你的旨意，亲像光被放伫灯座顶，诚做世上的光甲盐，伫这世代中为你发光。阮将性命献互你，同心祈祷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士师记第13章第1节到第14节，伫大理汉语本附约275页到276页，275页到276页。咱来看这段经文见证上帝的信息。转做咱有软弱，受上帝幽怨，会当用咱成就伊的旨意。以色列人搁惊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耶和华将因交伫非利士人的手40年。迄时有一个索拉人是但的族，名叫马罗亚，伊的某无怀孕无生。耶和华的使者对迄个妇人显现，甲伊讲。你平素无怀孕无生，当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所以你着细腻，无酒、高酒拢毋通啉，无清气的物也拢毋通食，因为你怀孕要生一个囝，剃头毛的刀嘛毋通到伊的头壳。因为这个囡仔对胎儿就归上帝做拿心人，因为伊做救以色列头一站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来甲伊的丈夫讲，有一个上帝的人到我遮，伊的容貌亲像上帝使者的容貌，真通惊。我无问伊对倒落来，伊也无用伊的名甲我讲，总是甲我讲，你要怀孕，要生一个囝，所以无酒、高酒拢毋通啉，无清气的物也拢毋通食，因为这个囝对胎儿到伊死的日，要归上帝做拿西年的人。马罗亚就求耶和华讲：主啊，求你，互你所找上帝的人过来阮遮，通叫阮怎样款待这个要生的囝。上帝听马罗亚的话，妇人人这里产理的事。
上帝的使者报到伊遐，总是伊的丈夫马罗亚无甲伊伫地。妇人赶紧走去报伊的丈夫，甲伊讲：迄日来我遮迄个人，阁对我出现。马罗亚起来对伊的某到迄人遐，甲伊讲：捌甲即个妇人讲话的是你吗？伊讲是我。马罗亚讲：愿你的话应验。即个囡仔着照啥物法，阮着对伊怎样行？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讲：我甲妇人所讲一切的事，伊拢着真足。既若葡萄所出，伊毋通食；无酒交酒，拢毋通啉。一切无清气的物也毋通食。见我所命令的，伊拢着遵守。愿主赐福将伊的话刻伫心内的人。
兄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稳定，互咱会当搁一遍自己做一会伫伊的圣殿来敬拜伊。咱会当下礼拜看一遍咱的兄弟姊妹，你有欢喜无？咱来定笑啊！透早是迄个中级训练会，下晡的时咱来到下厝。想说谈一下，无拍算都无偌久就接到电话。咱所敬听的长老娘昨昏奉主温调，伫勇敢的心情内面嘛是想讲可能上帝的时间已经到，嘛望伊的保守安慰，会当甲长老娘所有的家族的人相甲记念，实在是真感人。我出门的时候，赶紧要出门的时阵伊就想要大家看到长老娘的望到逐礼拜看兄弟姊妹有到一天的时阵，就无搁看见的时阵有当时心嘛是。知影这是上帝稳定但真正实在是毋甘。所以咱来珍惜，咱会当有信仰的兄弟姊妹当斗阵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好无？好。今仔分享的进前，咱当时来祷。今日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用你极大爱听来听阮。听教会，恳求你也帮助阮，伫信仰的道路顶面，虽然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但是恳求你的信心也能帮助阮活伫主你的真理的内面，扶持阮后人生所要行的路。嘛也为着同长老娘的家族。仰望主你的安慰，毋敢是因毋甘，阮的心嘛是如此。但是主阮知，你互信你的人有格外的不忙，所以恳求你也要安慰阮的心，互阮珍惜伫世间的日子，勇敢，一直努力活出合主你欢喜的生活，一直到你的日子到。嘛将今仔日圣经的学习，放伫你的稳定甲舒服内面，求你互阮会当有领受，同心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生谁的责任？讲到责任我相信大家压力嘛真大对出世的迄时其实就开始为人生来负责了，对吧？没有太多人认同。我想说，出生的时候你就开始在上人生的班了，但是无同款人生无同款的阶段你其实会当发现，有一个人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就婴仔拄出世的时阵，家己会当有一个所在无济所以大部分就爱安怎挖靠老爸老母。我靠老爸老母的帮助，也是讲看大人安怎来甲咱照顾来养起大汉了后咧，有完我靠老爸老母，对吧？这就是现在说的啃老族但是你若看迄世代的变化你会让知其实你的心情顶面可能就是可以当小孩。毋过行动顶面嘛是爱安怎，家己有责任对吧？这就是人生。咱咧讲史书记看起来是咧记载史书个人的啥的故事，但是我有提醒，你对史书的故事甲伊的生命的状况，你会当常常规个以色列百姓迄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对无？各位，是吧？对啊，就是像恁看我安尼讲话所以恁
随讲我即个世代甲我即个年岁讲话，无拄拄啊，大家拢一模一样哦。毋过你会当想想我成长的环境、甲学校，还是讲话的方式，迄个世代安怎，就甲你无共。因为你比我还年轻。不是对错的问题，它就是讲话的方式、语境的塑造是无共，对吧？这个咱拢会当想想。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看史书记内面上落尾一个史书的故事吼。咱会当伫中间去思考着教会的责任，嘛反省着咱家信仰的责任吼。其实不意外，那个以色列真的是不让人意外，有没有很烦的？这整个好几个月来，就是又来，就来呀，来，不过这摆你若是安尼甲读过你还真的分辨不出来，你会觉得好像重复。不过若是用作家的观点还是作者的笔法其实有那么些不一样。作者这本用真底的几句话就讲了以色列的状况伊是安怎讲？伊讲以色列搁行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代志。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已经知影后面要讲啥吧？高火对叠没有啊？高火对叠前面通常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没关系这不是考试，这是复习。通常讲搁行耶和华看做歹的代志，去安怎拜偶像啦？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无共款的史书甲无共款的记载有诶，即个时代拜的是巴力，迄个时代拜的佫有加一个因某亚瑟拉，佫有其他的神明，对吧？但是这一次怎么样？连写都没写，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这次连写都没写？但是你嘛会当想知影讲，作者虽讲甲进前咧讲，搁惊耶和华看做歹的代志，这一次没有写他们拜哪一个神呢？但是读者，姊妹，你搁读一遍，搁来呀，你的头脑会不会有之前的记忆？那个恶是什么？不专心。对呀，他没有写拜偶像，他也没有说他们这一次拜哪一个迦南的神明。可是你至少知道，如果你不敢，你不是一个大炮型的人那我们就修炼我至少不敬畏上帝。但当然你也当把它推到更极端的表达，就去拜偶像嘛，一定有拜吧，所以讲众家偶像。但是作者没讲，你怎么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因为因的历史是吧？所以若是讲到台湾人即摆要拄到大代志袂发现，毋过你想想，台湾人会做什么款的反应？酸。我自细汉，我一直讲着还讲，我自细汉听大人咧讲，咱台湾人的故事，球搁强。不一样我伫台湾听是球搁强，当生搁怎样？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是这样的台湾人吗？我是吗？我是吗？这样的球搁强，当生10可能有啦。所以，其实对文学上的表达，也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顶面，其实你就会当知影，作者虽讲无甲进前几摆用一模一样的写法，不过你拢会当知影，等伊即句讲更来呀，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补脑了，你知道吗？你就会补脑。即个以色列的对白是啥？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上帝将以色列人交伫因的手安怎？
信长当。这张 PPT 你们可能已经看到很腻了，但是我跟你讲，每一次的起手是看起来是一样，但是细节不一样。而且其实这本的故事吼，佮有一个所在无共款哦。要进入参孙的故事进前吼，我先岔出去提醒大家一件事，我是有一个建议吼。这个故事呢，你若是如果无对头到尾读过，《四日记》你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你嘛无听过参孙的故事，啊，你这本就先甲教会用叙事法的方式吼，对头到尾讲一遍参孙的故事。叙事法就是故事情节吼，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一定是0岁吼，所以你不可能说一出生30岁，那个是耶稣或亚当，你知道吗？好，所以叙事法就是照着时间的顺序吼。但是第2摆、第3摆了，我建议你要用回头看的方式。或是用就是文学的手法，或是电影的那种，演的那种倒叙法。用心就是看一遍，对头开始看参孙的故事。我相信你会有绝对会学习，甲用心。你们听得懂我的建议吗？听得懂。你都没有读过，你这一次跟教会一起读一次。读完之后，你用头脑用一个倒叙法。你已经站在结局，再从头读一次参孙的故事，你会看出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咱咧进入参孙的故事吼。好，这句话了后吼，谁人有要听伫遮遮久吼？看做行遥花看做歹代志，将伊交伫非利士人的手中10年吼。所以接下来我还没念，所以接下来作者应该要怎么写这个故事？就应该要干嘛？开玩笑，就要上战场啦，不是吗？是吧？进前的故事上帝呼调了后，就开始准备备战，要干嘛？要打啦，敢不是安尼？我来讲，参孙的故事就是这样写。好。而且其实要打之前你们要知道，之前是有以色列的起手式，以色列人也有起手式，知道吗？火痛拍安尼，落花流水，所以开始就爱安怎求上帝啊吧，对吧？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起手式。哎呦，爸爸，我已经被打成这样，你还不出来？爸爸这样所以上帝的起手式安怎？爸爸来啊，使者来了，看一个。这个礼拜，好调以安嘛，精 Q 一些啦，对不对？有复习起来，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次以色列的起手式是什么？跟你们讲，有没有求救？对头到尾，已经放弃了，让躺平。对参孙的故事开始你看不到谁在求救，谁在求救？有教会，主啊，以色列人赶快求上帝啊！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赶快跪下来祷告，求赦免，求宽恕？应该没有用为什么？迄是咱听的即嘛不过若是对士师记的记载来思考上帝前面几次以色列人在那边爸爸，我要被打死了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出来？有呢，只是一直到基甸，一直到耶和他的时候，对不对？爸爸开始这样了，有点不快，个叫我进前了。在耶和他的时候，上帝的起手式是什么？有听见，不过上帝透过使者去甲以色列人讲，进前我毋是叫恁求这一摆，拢无咧悔改，我这摆无爱插你，我干那要甲囝仔暗自忧伤。这是耶和他的时阵，上帝的起手式，知道？所以它的叙事其实你看起来像重复，不过你内面有做侪细节是安怎？你可以看见上帝在改变，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一成不变。
所以这摆安怎不演了，以色列人不演了，不求救了，还知道？你可以用这个叙事法吼来帮助你的记忆哦。我看起来很像一个说书人，啊，不过是我咧帮助大家安怎抓牢迄个记。免得你逐摆咧看史书记的时阵，以为都是在复制贴上，知道吗？就是想说这个作者很用心，一直在复制贴上，无吼，所以这他的叙事讲到伫迄个克里斯人的手40天的时阵吼，伊的叙事的直接进入讲，迄时有一个索拉人吼，是但的主吼啊。这个地方但的支派吼，伫史书记的时阵吼，伊本来是应许之地在中部，后来搬去北部吼，但是这不是咱今天讲的重点，但是查经班的时候再跟你说为什么。啊，也有一个人叫索拉人，名叫马罗亚吼，马罗阿，啊，伊的某安怎无怀孕，无生，的天比加娘。那以色列有求救吗？无，这边没有。不过，说起来是耶和华的使者的对迄个无怀孕无生的安怎妇人人显现。以色列人这次没有起手，是上帝安怎主动开启什么拯救的模式。所以一开始的安怎都无共款的。这摆是以色列人直接躺平不演的吼，都无咧管上帝，连求的歪求，连祈祷歪祈祷，煞变做安怎？上帝家己安怎？开启自动更新模式，开启他自己的拯救模式吼。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对这个妇人人讲：你平素无怀孕无生，讲得好像天天在怀孕。你平素无怀孕无生，当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所以你着细字，无酒高酒拢唔通啉，无清气的物也拢唔通食，因为你怀孕要生一个囝，剃头毛的刀唔通到伊的头壳，因为这个囡仔对胎里。就归上帝做拿细人，拿细耳人吼，是一个职分吼，是一个身份。祭司也是一个身份，拿细耳也是一个职务的身份来吼。我这样讲，你们比较能够知道。因为伊要做救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头一站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上帝开启拯救的模式吼，简单来说。伊应允这个平素就无咧怀孕、无咧生囝的妇人人讲，我要互你一个囝，你要怀孕生一个囝，但是他要什么？他要做拿细耳人。这个囝还没出世，他就先保障了工作权，有头路他的工作内容跟任务是啥？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这就是他工作内容。还不错啦吼。囡仔老还未出世，就知影伊有头路啊。父母都唔免帮囡仔安怎开钱补习，去探索你的个性、兴趣跟你的专长。你怀孕的时就直接命定，即摆剩大汉命，有没有？参孙的故事，是不是各位父母心中可想的？好不好？我就只要等他长大，因为上帝都已经帮他找好工作了，轻省多了，而且还真的不用补习。我跟你说，你后边的故事里面吼，拄到危险的时阵，上帝都是直接补血站立吼，恩典满满，知道吗？等互伊安怎？拄到危险的是穷嘛，力大无穷，是不是直接补血？那个战力补血就满点吼。你来回想近前的史书是这样吗？近前的史书连那个基甸有没有？基甸哇，你就一个任务的时阵吼，要做代志，还偷鸡摸狗，伫迄个暗时是偷仔做，知无？
因为会惊啊，惊向怕。我来跳我的弹，啥物啊？啊，庙口的囝照打，暗时偷偷摸摸去做。但是长孙呢，不用战力，直接现场补血满点之后怎么样？直球对决。你也当讲哇，这种人生怀孕，一确定自己会成为人类之后，就找到工作，这是人性最大的满足吧？什么都有。我跟你讲，长孙连东风都不欠，他连东风都不欠，机电还要在那边嗷嗷待哺，等着东风，等到我现在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他就上帝在旁边看了要气要死哦，哎，我去敌人那边哦，告诉你，他们哦，你会发生什么事，还透过敌人的预言啊，来帮助机电啊，攻克外塞啊，因为因公赢的输，啪，这是机电啊，但是长孙呢，连东风都不欠，但我来讲，为什么？战力满。照理说，这款连东风都不欠的环境跟情形下，故事应该安怎？直接拉到战场呢，对不？叫人压制几档，这也不算短的，我都长大了，你知道吗？长孙大汉就应该安怎执行任务啊？不过你若是很现根，你可以用眼睛偷瞄一下后面。我跟你讲，你再翻个2-3页，你都还没看到战场。整个篇幅不算短，上落尾一个叙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在伊个人的心情。但是伊的任务咧，一直到16章落尾伊死的时阵，安怎？哦，才开始执行。哦，这大概就是一个精进我帮你们概览这件事情，但是这里面很多细节，依咱讲最教会就上帝好料的一道爱思考，透过伊所发生的代志爱思考，历卦是啥物款的样。所以啊，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大家都知道，一讲到拿细尔人大家就知道这就是奉献给上帝，对。但是它比较特别。其实伫旧约的律法里面，拿细尔人你可以成人的时候，突然想说啊，回顾我一生都没有参孙的好，都没有一开始就有工作权，对，那我现在开始帮自己找工作，来当牧师好不好？好，来当拿细尔人，好吧？让我的灵性增长，智慧增长，敬畏增长。所以以旧约的律法来讲其实你是成人的时阵你是可以怎么样？你可以选择一段时间，跟上帝一样，我这2个月要做拿细尔人，分别这些归互你，差不多2个月，就是有点像那种初试跟入试的那个选择，还蛮有弹性的，算蛮有弹性的。这个长孙这个拿细尔人，跟其他的拿细尔人无共款伫倒位？其他的拿细尔人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不是立位支派，你当然就没有权利主动说你想要服侍上帝就服侍上帝。所以律法来临给你另外一个弹性，就是那你可以选择当拿细尔人，就是非立位支派，你想服侍上帝，那你就选择当拿细尔人。但是这个小孩不一样，因为他还没出生，有了工作权，却没有选择权他有了工作权，但他没有选择权，他没有出生长大，等他爸妈等他18岁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当拿细尔人？”没有，连问都不用问，你就是拿细尔人。你一出生就归服上帝。你的任务就是拯救你的同胞以色列人脱离归利斯人。结果经文就停在这里了。甲这个囡仔有关系的语言就停伫遮，纵使咱场景怎么样？一转去哪里？当来到伊父母的心情。不过经文后面我后面只剩下2张 PPT， 经文只
在这边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开始要放慢速度。我刚刚用很快、很简短的方式帮家里筋膜怎么样缩短了长孙的概览，但从这个时候开始，你要放慢速度，把那个缩时怎么样拉成2倍，慢慢看，因为场景转到他老爸老妈了，那这中间也让有真多凶凶的，所以预告，我头摆中午读啊，暑假已经甲老母讲啊，伫你的腹肚内面，你做老母就要开始遵守拿细尔人的规定，拿细尔人男性女性都可以当都可以当都可以分别为圣来服侍上帝所以对这个囡仔一出生，什么人先开始做拿细尔人？妈妈。不过咱读圣经拢真紧我们都忽略了妈妈跟爸爸的角色。一开始，圣经琢磨很多在爸爸妈妈的对话里面。一开始是妈妈领受到上帝使者甲讲，你这个囡仔做哪些人？不过对你怀孕的开始，你就要遵守哪些人的概念，到这个囡仔出世，嘛爱遵守，对吧？所以拿些人从一个家开始，我已经先帮你破根。他当拿些人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事。所以场景转到了他爸妈这边。结果因妈妈听到了，就是去甲爸爸讲我拄着一个上帝使者哇，我足惊吓面容咱亲像上帝样，讲伊甲我宣布安尼。好，这是老爸咧，老爸应该什么反应？你也是老爸，你会怎么反应？爸爸，你会有什么反应？愉快？疑问哦？那疑问什么？我老婆到底是遇见死仔，还是遇见男人？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叙事是值得你很多发挥想象力的。来，想要看迄个人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人性所以这个老爸就安怎？逐件听伊某讲的话就去甲上帝讲哎呀，主啊，恁里面都有我拄着你一遍，好来。主啊，求你搁一遍找遍迄个啥使者书架来到伫我的中间，通假是阮怎样款待这个买生的囝上帝嘛也是人不错啦就安怎照伊的祈祷甲应允所以搁一遍来到伫因的中间但是嘛是出现伫妈妈的面头前妈妈讲这个就2千2千安尼似曾相识就是昨天嘛所以就等于甲翁讲迄个人来所以，马罗啊，就看到的时阵就讲，哎呀，捌甲这个妇人人甲阮某讲话是你嘛？这个使者就应伊讲是我。来12节，马罗啊讲，愿你的话应验，这个囡仔就叫什么法？我就对伊安怎行？其实这个祈祷跟这个问题，大家都不会有疑惑，对不对？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反应。那故事第一本读到家，你也觉得还蛮正常的，就是核对一下，确定一下身份，确定一下使命，确定一下真实性，不是我那后报我的讲，对吧？所以，但是猫腻在哪里？猫腻在上帝使者所回答，真趣味。第13节，上帝使者对马罗啊讲，简单讲就是我甲恁某讲，记得怎么回事吗？主啊，求你搁一遍来到伫阮的中间，教示阮安怎对这个要出生的囡仔教示。使者再次出现，就是我甲恁某讲的迄个，就是。先生听完就这样子。不信，你看这就是人性，根本就不需要进入经文分析、原文分析其实我回去看原文，它的意思比照，其实跟台汉字版的意思是都一样。但是咱若是读起来，咱都可以嗅到一个味道。
没错，所以你就业起来。刚刚嘉宏问的意思是说，那我们怎么知道神跟我们说的是真的？所以你古有的时哈，兄弟都有给他们一个证据，证据来确定这句话出底下兄弟。好，所以进入到这个使者甲爸爸回答的，就是讲吼，照我所吩咐恁某所爱尊严的。你的囝，伊就是拿细尔人，就是分别出来，一世人归乎上帝。所以对老母开始的爱遵守拿细尔人的诫命，概念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你可想而知，接下来剧情的发展，经文没有写到那么多家庭故事，但是你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你可以想象，所以爸爸的欢颜会是什么？爸爸的欢颜可能就是好，跟我无关的，阮某的代志。我没有在讲你们任何一个家庭，但是你们可以思考自己的家庭关系，自己的夫妻关系。所以这个概念是甲阮某讲的，要应用伫阮囝。但是书架无讲我这一个。所以你可以自己后面想，如果你是爸爸，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是要教我这个某做伙养饲，帮在这个囡仔好好成做拿细尔人嘛？还是讲好，就无我的代志，安尼麻烦你家己改酒改，自己要老弄，酒不要乱喝，然后怎么样？行为要什么？爱他长的，不洁净的东西不要乱吃，对吧？好，某囝，知无？爱遵循上帝的诫命。那我呢？旁边看报纸、滑手机，这是有可能的啦。但我只是比较暗黑的，我比较阴谋论，想说，这爸爸的角色可能自己帮自己消死吧。你若是安尼爸爸爱欢喜这样，因为参孙的故事后面很值得玩味。因为虽然我觉得这样讲不一定绝对，我要提醒再一次，毕竟这是讲台，我要说这个逻辑不一定是绝对，但是父母的影响是有的。所以我的题目一开始讲人生什么人有责任，在这个家庭内面，什么人有责任？在这个家庭内面，什么人会记你家己的责任？在这个家庭内面，敢样阁有人会记你上帝要互伊的责任？会教会，咱嘛是爱思考一点。所以，我用这个亲像讲故事、像说书人的方式来帮咱你做一个起手式，因为长春的故事我跟你讲就等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剧情，帮自己认识参孙这个事实。伫遮我读过已经将我今仔日要透过参孙的开始来提醒咱人生的责任是啥物人的？你诚做伫倒倒受呼召，你感觉你的责任要诚做一个好的教会，诚做一个好的伫倒倒，你的责任是啥物人应该要负责的？你着爱想啊！你敢有拍拼学习？你敢有认真努力去遵循上帝对你人生的呼召？不要忘了，你是有恩典的人。今仔日学习要提醒伫遮，后面最后这张 PPT， 开始要礼拜时，咱的词汇也算很认真在预备所以就问我讲哪是有热潮这样代志结果我怕啥其实用我讲，也是早就已经写好了。因为你若讲到拿西尔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基本上就是那个标的物就是那几个人物而已，所以很好猜，很好思考拿西尔人。但是参孙的拿西尔人4世纪的结束之后，下一卷书你知道是什么？萨姆尔。萨姆尔从他的成长，其实也很像什么？拿西尔人。但是2个世代，上帝不同的起手式，不同的起手式。
好，这是先给熟悉圣经的人，你们有兴趣的话，直接把这个整个世代的衔接放在一起看，我那个力道很强。杯东西拿去有按叉子，拿去有热炒哈，你台湾下面时阵开始，有没有听过拿去有热炒？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对吧？我打实话讲哈，其实拿去有热炒哈，其实在台湾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我什么时候我第一次听拿去有热炒是什么时候？差不多快10年前，因为那当时有一个影响，有一个影响是讲，你台湾住伫这块土地有最民众，但是时代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平地人的生活，平地人聚集的教会跟教导就变成主流，所以有一种教会被边缘化。是什么？原住民族。但是你现行的运动哦，圣灵运动从泰雅尔族如果以台湾的历史来讲，教会历史来讲，泰雅尔族的圣灵运动更早以前，我进神学院之前，我进神学院之前就发生。所以，但是我进神学院的时候，一等起老师林永信老师写了一本圣灵论，但是他一直被挑战，他只有理论，所以一个 key。请刷拿来，因为那个时候最热的是泰雅尔那个圣灵运动，那些教会的人全部领受方言，然后那些教会的人全部在祷告，在意象当中怎么样敬拜神，所以老师的进去，所以它变成的是一波又一波，就比台湾的圣灵运动、灵恩运动，它其实非常。影响非常大，改变了那个地方的民族、原住民族，改变了那个地方的教会生态。但是你们很无感，对不对？因为你们住在平地，然后也漠不关心。我不能讲有漠不关心，这个太遥远了。这个我不进神学院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这一波运动来源，我后来进入到那个职场的时阵，都有伊豆豆阿玛，不是长老中，伊豆豆阿玛是原住民族的，伊迄当时就讲，我们要为原住民族的那个上帝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呼召来祈祷，因为他们是在台湾被分别为圣，成为纳西尔人的代表。后来用迄当时个讲听无了解，但是他每个句子我都知道意思，意思就是说上帝要特别警调这群人来改变，来复兴台湾。信用跟教会，所以一直到最近拿西尔热潮，是因为前一阵子搭上了政治风我有原住民族代表，也是基督徒，提到底那个应该是凯达格兰大道，我还是没记错的话，就在那边什么认罪，说我们拿西尔人得罪我们做，那所以这一个运动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信仰的反思跟政治的一个反省，在教会里面，教会政治里面的一个反省。因为那么会深入这个议题，但是我下礼拜帮你们补习一下这件事情。简单来讲，拿西尔其实是一个新婚的体称，重点是它是被分别出来，因为拿西尔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分别出来，分别最先属归于上帝。但是咱伫耶稣基督的事件以后，已经无特别身份，特别是伫改革宗了后，万民该祭祀，所以你敢是祭祀？你敢会当服侍上帝？甲牧师有身份，会当服侍上帝是安尼吗？忝是无。毋是安尼，改革中内面已经没有这种特殊职分、特殊的属灵权柄，所以咱已经是回到伫掠基督最中心的圣言，掠基督最中心的神性，这是咱教会的信仰。所以对于教会来翻现拿西尔这件代志，是你不是要不要有这个身份，你不是要不要当拿西尔人，而是你的生命愿不愿意活出基督，这就是教会你应该熟刻的代志。你当拿西尔人，如果当得像参孙那样，你要吗？虽然我们还没读后面，但你要吗？当拿西尔人当成这个样子，要吗？这是你要思考，这是你要做的选择。
弟兄妹，人生谁的责任？你长大了，你已经可以自己决定你要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了吗？你已经伫信仰的内面会当决定你要诚做什么款的基督徒。嘛，你有信心的个性，重新来祈祷。因为上帝，我听你伫你的面前，虽讲是透过你的选民以色列还有参孙伊的故事来做思考，但是主，原知你的信心是大有亏难，有你帮助教会会当伫遮的上帝你所带领的历史内面，我也反省思考家己的责任、家己的身份、家己的稳定是遐尔大。远远有困难回应你的听，当心感谢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感谢老师用活泼的讲道甲免内容，互咱知上帝的真理，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咱做伙用主教示的新的教义来回应伊的听。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用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教义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正人你爱知你是我的学生。回应的诗，新信诗533首，我真爱无这故事，请去。我今来讲这个。
心奉献，回应主的恩典。奉献是种代表，无论奉献我哋金钱、性格好啥，拢代表就是我哋传福音。所以要奉献自己，当神来奉献。上主，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伫你的圣殿，用你的话提醒阮，人生毋是家己做主，你才是真正的主宰。阮看见以色列人虽然犯罪，你犹原疼惜，用玛拿亚的家庭来起头你的计划。主啊，阮嘛愿意学习顺服你，愿意对你的旨意负起阮的责任。若阮谦卑献上奉献，若是金钱，嘛是阮的心，是阮愿意互你使用的性命。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是平安日进前，咱来欢迎。今仔日咱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吴慧兰姐妹。跟咱大家介绍。徐牧师还有各位教友，大家好哈。那其实我今天会进入这个教会，最主要是2个月前，我觉得我好像跟主有感应啦。那之后我就自己开始读圣经了。那当然跟读圣经的祈祷之后，其实当然会想说，这个部分要不要去来接触教会的组织这样。那当然变成说想到教会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心里会有很多的考量这样子。那但是我想说，既然如果说要面对信仰这件事情的话，我想接触是一定需要的啊。那这边说我在要进教会之前，其实我就有做一些功课啊。那当然边也会回想到说我在一生里面的我接触宗教的过程。那我发现说，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国小1、2年级的时候，我住桃园。那其实我们家对面就是长老教会迦南分会。那其实事实上在国小1、2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教会上过节日，学会怎么样。那大家那个记忆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那既然这2个月开始对主有感应的时候，其实事实上我想说，这个长老教会就是我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有一个选择吧。好，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长老教会之前大概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地方都有提到。好，那
我对如果有特别上那个这个古亭分会啊，知道现在是许牧师哈，然后之前是沈思豪牧师这个部我都有做功课的，所以这是我这2个月来这个第一次进入的这个教会吧。那今天听到那个许牧师来讲到，那到最后有关于这个拿西尔人的热潮，这个最后就是重点在我们心中到底是不是能够活出拿西尔，或者活出基督哈。那我会觉得这个结论其实是跟我觉得应该的这个东西其实相符合的。好，那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说能够来听今天的许牧师的讲道这样子。好，那好，谢谢。多今的分享吼，会使每礼拜拢甲咱准时做礼拜，谢谢。咱即马还有新朋友无？我无看。好，咱来唱今日的诗歌，请来。好，那我们请回到座位，好，咱们要来继续报告。咱报告进前呢，咱先来读经句吼。如果上后摆面台语甲华语，咱都来读一遍吼。本周的经句是真箴言3章第50到第60。你着专心我做我，唔通我你家己的人。一切所事拢着伊要指教你的路。你要专心来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你的眼常常亮出。咱来看报告的事项，消息报告第1点，总会事，今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弟继续来关心大道。第2点，苏马县教会义卖，林主任有定红巴里礼盒的兄弟，请到交厅交付，搁摕礼盒一盒100块。第3点是新书者月刊，星期第202期的新书者教会可以设吗？欢迎一下。有卷舌的有卷舌的诗摄应该摄入社会，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就来看。本期的主题：声援冬季青鸟好难，写于台南大专2024年末风波之后。台湾长老教会社会公益论述的反思甲辩论，信仰的公共责任甲族群的尊严。有关着一场号称上万人的复兴欢庆的公开祷告的荒谬场景。第4点是拜二的10点因为
上大的暑假停课，查经班的时间改到透早10点开始，请兄弟准备先。第5点是拜六的读经祈祷会，后周的读经祈祷会要伫教会的福堂，要来看台湾圣经公会举办马可福音传说讲座，会有简短的对谈分享，欢迎兄弟做伙参与。无方便的教会，无方便来教会的兄弟，也欢迎来收看线顶的直播。第2点是少年大学，少年大学伫6月13号结业式后开始放暑假，上大的返校日伫8月22号拜五透早10点。开学日伫9月2号透早10点，请兄弟继续为教会的社区事工代祷。第7点是固定教会67周年联合礼拜。1958年6月22号是固定教会设教的日子，今年是67周年。甚至邀请伫遮成长聚会的兄弟姊妹伫后礼拜6月22号，转来到主的做伙敬拜，圣小主恩伫主的厅中做三甲组织，见证上帝对教会甲咱的生命不变的恩典迄天礼拜有圣歌队赞美的歌声，甲亚运合唱团献诗的祝福，会放满规的教会生活的影片。礼拜后，阁有准备丰盛的餐点甲精彩趣味的魔术表演，欢迎大家带厝内的人转来做伙欢庆这特别的时刻。团体的消息，兄弟团体6月份会时间是6月26号礼拜四透早10点。地码是用教会历史广告师主理事罗启明牧师，地点伫教会主堂，邀请兄弟参加报名，伫公报栏登记。具体的消息，咱敬请唐长老岭伫昨6月14号安约主会，因光天家求主安慰遗族，失去至亲毋甘的心，也请兄弟关心代祷。其他的消息，咱请咱家己来看。下面请公道请牧师。那这平安，这属于叫甲咱报告而且我有邀请大家真少来看迄个其他的消息师大美术馆咧征集伫师大大高点美术的相片到时间到6月底我也会把在古民教会那个时候伫结公仔厝的相片还有咱来到伫这边要去大楼迄当时有拍了一个罗斯福路前面那个施工照我会用这2个照片拿去印证一下然后嘛鼓励你若是土生土长伫这搭成长的兄弟姊妹你着提供你的相片因为我迄相片照片上面有古亭基督长教会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拿去让它灯亮起来当然咱70周年搁过无3天咱就要70周年嘛毋忙
咱会当开始思考教会、祈祷教会，互咱一个顺的内面，感谢上帝恩典，这是咱先重新来对。因为上帝，我感谢有历史有记忆，阮就会有反省的机会，阮就会有困难改变。但是主，阮爱求你怜悯，因为有当时阮会软弱，阮会失去望，阮会无信心，所以恳求你坚固伊的教会，伊的百姓。主总是阮伫人生在世的时阵，我会拄着侪代志，有艰苦心的，有欢喜快乐的，有需要拍拼啊，是甲努力。主，若是阮无教养、无气力的时，求你帮助；当阮伤心流目屎的时，求你安慰；当阮欢喜快乐的时，求你，互阮永远会记得上帝。将团长两样的家族放伫你稳定的手，求你用各外的望来坚固因的家庭，互阮这兄弟姊妹也伫伊的生命甲伊的信仰中继续仰望上帝。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同心来临，圣诗461首，那这里。要谨慎伫你的人生内面，你有责任，要欢喜，因为你的人生的内面有侪人甲你相共分担你的责任。要望，因为伫你的人生的内面，上帝嘛无互你家己学当当你人生的责任。当你着勇敢，要爱有信心，爱用欢喜的性命来回应你人生的责任。愿耶和华赐福互恁，保护恁；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恁，赐阮互恁；愿耶和华用伊欢喜的面看恁，佮赏赐恁平安。阿门。请坐，跌倒，请咱正后礼拜结束，再来开始。
晚兄弟，是否保护你平安？